出来的东西哈，放移走东西是动好事。坦白哈，明珠姐在说刀法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要说我很欢喜做。好 ，OK， 花哥一個成績過後，開咗嘅就溫州係藝全部贏嘅。哎呀，件事情應該有了解吧？好，讲大话了，等一下马上我来看。你到學校地圖哦，就看過哈，從我安到嘅學生了嗎？什麼問題嘛？这个是那个不辣的辣椒，是那我们家自己種的青龍椒的。嘎夫，哎，最美你喊係唐老師的哦。對，哦，这个就是为分数低頭。秘密武器嗎？哎，形容兩個料理當好食時，睇下這個吃到三馬都杯吞落去耶，那我来检查一下舌頭啊。還不在了。含住我，我冇按口水了。姐姐你刚刚用創意料理的方式哈。你煮的很好，內傷因為你沒有加水。老師，你用10秒來誇獎他了，你不能兩邊都浪費廚師幫幫我。真的嗎？嗯。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康，一家之主我係民族。我係鍾白強。今日呢，你來到台中嘅東勢呀島邊，其實呢，中台灣嘅客家料理啊，有老北部、南部有一些冇共用哦。哦，真緊哦，台北的、中部的、南部的，食嘅東西你全冇全部都冇共用，故所你今日既然來到係中台灣，就來品嚐到中台灣呢特有嘅客家料理。係啊，除了吼中部有非常好食嘅東西之外哦，聽講哦，煮菜嘅面咪凍厲害哦。真的哦。我到介紹介吼，我都有介來賓之前啊，我來紹介我都有今日哦，咪凍厲害嘅品行咧哦。好，提前呢先來分享到藝順康嘅詹師傅分享。大家好。 還有吼教課吼非常厲害嘅螃蟹皮、螃蟹上、螃松不大家好，主持人好。好，先來請教一下詹師傅哦。詹師傅，你呀都喺傳統地度啊，從你啲玻璃嘅豆味嘛，吼。我有嘛嘅豆味鐵油嘅食材嘛，都做料理嘅時節。滷菜。當邊啊，主要係做客家菜啦。嗯。啊，用玻璃種小芡椒啦、茭白筍啦、老嘅百香果啦。是。中醫啊，嘅當邊係鐵散啦。對。所以我對拿你知道嗎？要把當地的食材做融入到食材地度，這也是我們做節目嘅精神哦。係啊，大白吼，我來到馬街提鳳吼，是用當地嘅蔬菜來作為指定食材。啊用今日係比賽啦啊，你對吼今日嘅來賓愛唱對學生哦，按用音嘅麼？唔會啊，我覺得煮出來的東西哈，放移走東西是動好事。嘿，所以真緊啊做菜哦，真緊愛放移走啦。所以有喊白吼，明珠姐在說刀法不好的時候，我就要說我很歡喜做。好 ，OK， 我找到借口了。OK，打斷了。馬上來。等一下，我兩個，我今日對詹師傅有一個題目。馬街。有一個題目，好。裡面又有顏值。又有那個自己的真功夫，那這樣我只希望他，你講話可以大聲一點嘛。對，做得講卡抖都要發好嘛。好，加油哦！好，加油！等一下我他變參賽。好，馬上咧看一下吼，提住講我哋主題嘅蔬菜係馬街，來。可能。好，等一下吼，強讓吼，我攞品行吼，兩沙總不是吼，我攞菜香一下吼，今日主題料理係馬街。好。哇！哎呦，很多東西呢！哎呦，又姜嘛哈！而且找位挑師，品行講一下啦。猜看，今年我來做嘅指定料理、主題嘅料理係乜嘅？應該係用炒嘅呀。其實哦，像我唔會按會煮菜嘅人哦，我看這個我也知道用炒的。一種嘅豬頭啊！我跟你講啊，詹師傅有講話，你已經很好了。OK， 謝謝，剛你吃到了。龐師傅嚟感覺咧，你鵝要豆腐，我懂冇解？我會挑夫，沒挑是我挑夫。係，所以真的鵝啊，哎呦，今日我哋主題嘅料理係豆豉炒鵝誒。好，先來分享到愛風吹嘅茶水茶，分享到亞東獎嘅標誌膜，分享到連金子、韓國本姜子，正上分享。分享一條安醬哦，還有愛冷脆吼，還有個炒豬骨，還有脯起節，分享一條。健康的。
好，今日有姊妹嘅，有公婆嚟到阿豆爺參加比賽，越來越緊張嘅嗬。嘿，恁用班底記得係公婆。看住啲公婆面啊！哎呦，情侶裝，哎呦，咁榮幸嘛。不過，我做啲先問一下嘛。好，今日係馬上煮肉，我哋煮菜嘅。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 OK。今日哈，哎，老公，今天要你叫老公嗎？哎，對我這樣叫老公很奇怪。對呀。哎，這個年齡上面就有泰國。帶木橋來的，專心看你不一樣係嗎？哎，好，我阿豆爺你係表姊妹嗬，馬莎係姐姐。哎，姐姐，我講姐姐，連你姐妹妹，對表姊妹係嘛？對。啊，平常時我叫下來看下，因為煮較好食啦，煮好以搶其生嘅嘛。我呀，姐姐請我煮啊，我拿幫你食。唔過吼，其實我談講哦，佢兩嘴吼係認識的哦，唔過不要手下留情，好嗎？好，總得手下留情哦。好，風吹有信心嘛？有，爛嘴就信心嗎？有嗎？有有擔心的。誒唔怕，馬上我哋即刻嚟提這個嘅比賽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的喊聽嘅時間地度，做出指聽嘅菜色。本來係雅木卡嘅較上癮，也係雅木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木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哇，如我女狗。開在見你感覺樣辦？我感覺到觀眾朋友應該了解到，其實呢跨過一個星座過後，開在見就完全係我全部一樣嘅。哎呀，件事情應該有了解吧？好，講大話了，等下馬上我來看。等下來看啊！好，我做提子計好冇？我做提，你馬上我做提子計。我先，你一下帶一下。好，連金姐，我先來讓你 PK 咯。OK，有練習過了哦。哦，有練習過。因為欺負我發號就係全部懂事你的 Maggie 係咪？為他粉專按讚的退讚。因為粉絲很多，我不敢欺負你。好，那你也不要欺負我。你有先見之明，不敢欺負我。好，先剪刀石頭布哦。好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好啦。好，以前呢哈。好，你先開始哈。一家之主愛親橋。窮央望窮央，窮央望窮央，窮央望窮央，窮央望窮央。哇！矮讓你哦，矮讓你哦。對，總明顯哈。有。明天係輸誒，唔怕，你要有靴子哈。不用放鬆哈，放輕鬆，因為我們已經贏一局了哈。對，剪刀石頭布，好愛先哦。一家之主愛水橋，窮唔窮央？好，該你。玩嘢。漂冇漂樣？窮唔窮？漂冇漂樣？因為變吧，因為。姐姐，我幫你扳回一城，好嗎？好，好，幫你扳回一城。好，馬上我一看哦。不能太快。好，剪刀石頭。哎，用個速度好嗎？好來，剪刀石頭布。好來，一家之主愛親橋。窮唔窮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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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唔怕，條天氣分眾。以前都係特別厲害，做咁乜厲害？誒，先我做馬介。燙那個。我以前偷。燙。好。今日嘅挑歡又切咧。從中間這切。矮啲，切條時候咧嗬。係個切方塊。切丁了。好，冇問題。阿勇差唔多咧。好。計時開始。中間。哎呀，會騙到哎！哦呦，不會做得咯。啊 ，OK，沒有那個手沒有抖啦哦。對，笑。做得咯，有槍哦。有槍。我其實都不看。該用是鹽巴。你要用一些鹽巴，係嘛？它用米酒係嗎？去腥。去腥。那給我用，那給我用。唔是哈，該葱白該部分差不多係安樣哈。好。好。先切斷它嘿。切小。伯謙，你下一次回去練這個，這一關真的可以練。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還忙啦，還忙。
停！等一下呢，我请停1分钟。哦等一下1分钟讲起来，你要倒做了。等一下先问我做，你要注意人放黑没要听滚的哦。好，我你先离了。对外都有个洞口呢。对，因为我看到两夫妻，我会很想要那个结婚的感觉帮他们加对保温。好，来，高温啊，奶奶哈，王爷高温啊，奶拿奶出第一棒，等下学姐我先做马王爷盖，我先做马盖。汤鹅，通我喂，我先切葱的好冇？好切葱嘛可以，葱拍葱姜分開來嘛哈，葱拍要切發嗎？而且发毛，葱拍切團就好哎，切團就好團就好，這個切花對不對？哎，这个切细一点啊，这个哈卖莫上粗啦。好，那肚後就做的計時開始教張必須模切。開始。好，好，啊一样长要可以的。按鈕做的嗎？哦，熊，切葱哎，哎，短的這樣嗎？好，切花哦。哎呀，好哎。呦，乱会切，你有款个水哦，好，别要切不會就會切啦。哎，隨便切，还有什么随便切？切，它就是分钟，来开1铁分钟哈。。你還切一切一切。哇，你切的每一个大小都很有个性哦。用白個做料好不好？懂讲哎。很有个性，这样很切嗎？夸奖還是哎。要切圆圈，圈圈，嘿，圆圈，嘿，薄的嗎？哎，薄一点。哦，你剛剛用多維時間做我們的痛前面的嗎？哎呦，我又不熟呢，哎，有嘛个眼镜吗？哦，有去接吼，你们系线上诶，国小、國中、高中诶，东势高工，你都學校就看過吼，從我安染到嘅學生嘅嗎？什麼問題嘛？你剛剛用多維時間做我們的痛前面的嗎？哎呦，我又不熟呢，哎，有嘛個眼鏡嗎？你按會不會靠後視力啦？哦，有沒有？你使力的時候，你這邊可以我媽媽摸到我講啦。民族可以線上教學，有冇？真是的呢，哈。好，OK。昨天他就幾多時間？你是秒嘞，我都要改片差不多開始嘞。然後看一下。好嘛好嘛好嘛，那他也可以姜麻，我切，拿來切。切片。姜麻唔是切，我冇用姜麻嗎？我就好，跟牙通之前就盲通哦，盲通先加料。都可以打掉了。 6、7、3、2、你要手摸一耶！大家到畢業就計時1分鐘哦，計時開始，3分鐘，兩個都可以切。来，你走。该片走在走，什么跳不會切冇跳舞，什么都有，天赋切，連姐姐，你走得走，做乜嘅本嘅貼呢份啊？卡巴，它不會縮，對不對？不会说。剩下10秒了你要。發問6、8、7、不用，不用不是，你說牙，不是我來以為唔可以通。你改片走得快些，快些，通馬上，好好。哎，你都來這個 O A 就不用改偏離粉嗎？这个我有用莲藕粉，哦，蓮藕粉。蜜那個蓮藕粉，哎，你走，那個總不是植物性的植物性太白的粉的意思。这個對，我老你講吼。好像去到過大普基街吼，然後超級高吼，佢兩衫吼結婚吼就超過40人年呢。對。還有吼普基街吼，佢咪係線上嘅。係啊，哦，誒，我教馬街你考，搞乜嘅？老大家講。國文，哦，結婚呢？哦，我最崇拜的老師係馬街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誒，馬街是這個。誒，東勢高工，老公東勢高工哦空難怪空做咁樣嘅就等於後門呢。我呢度學校地圖哦，就看過吼，從我安染到嘅學生嘅嘛。什麼問題嘛？這跟做料理有乜關係啊？誒，做了你愛換題做啊。好，OK。誒，你直接加下油唔是滾哦。哎，對啊。係啊只有狗球嘞，狗血給它滾啊，滾一滾，然後再撈起來。誒，我加米酒，我去腥一下麼？叫加鹽誒。哦，就哦。好，那邊可以給它弄熱了。好，我加酒麼？我加酒麼？不便宜了。好。我加酒哈。我注意哦。但是切薑絲啊，切薑絲，快點切薑絲，快點。可以嗎？薑絲切。你會切薑絲嗎？他會切薑絲嗎？薑絲的英文叫做 zombie。切，然後再切薑絲啊。那個不同。那個不同，對。來，超級哥，你豆腐哈平常時就讓你不用強下煮菜嗎？冇，該係體日白哦。哎呦，真的嗎？
你唔係講效果的哈，節目不是節目效果，該係講景景哦。是的嘛，但是辣椒也要切了哈。好，辣椒我切咯。我这个是那个不辣的辣椒，是那个我们家自己种的青龙椒的红的。加粉，哎，加粉。这样 OK，跟着好來，款應該片那邊对，切來掉來來，把饼去掉。這邊已經下鍋了，好香这个好香哦。哦，爆香，天有。哇哦，说不要的，现在你要我搶菜嘛我的？太好，媽，注意冇出火啦咯。唔係唔係，姐姐多謝你剛剛用創意料理的方式哈，我嗰個鑊殘，我看清楚啦，我看清楚，係啊，我叫嘛？先炒，这个先炒。有個用乜？那切丝呢？水，哦水嗎？來，姜末不用先下去煸香嗎？有，水唔係，那這位唔是先下去嗎？唔知啦，安尼都好咧。因為唐記哦，記住記自家嘅想法咯，好，OK 冇聽錯，誒邊煮嘅很好學的哦咯，，真的，那有可能。很會切咯，很會切咯，這樣子。等一下，你要倒一點水來我問一個問題，一豆腐一炒啊，落去就會散條用嘅散，唔好，係啊，唔會嗎喏，你看嚟嫩豆腐哦，唔好生菜。 ？OK，那水水，嗰豆腐前一部地泡鹽水都看唔到生皮啦。哦，很你要種，所以這陣該夾得嘅姐姐其實那落染冷水，鹽水落去而家燙過，湯嘅時節佢就不用你靠天唔可以細隻，細隻佢會火堆唔到。要不要大一點？加溫哦，加6 OK，你是有蓋子嗎？滾咯，唔是咯，不用滾嘞。馬上就好了。好還有幹嘛的東西？可以在那個你要什麼那這位不是先落去煸香嗎？鹽巴，還有鹽巴一點就好，不要太多。你就หั่海就不用那個薑片，薑一點點啦，一點點，我一都點點3分鐘哦，哈，8 up 時間哦，那我們要過一款給片咯。可以咯，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好，嗌來，你睇，要，梗係水太咧，還有加進去安用沒做得，沒做得。這是神對，太強。我叫我條老詹師傅講，講安尼郭老師懂窮苦嘅意思。哎，真嘅呢。超級講你沒做得做以，後要進駐進搞你。對，今後傷了又窮。哎，不記得哦，假使你老弟騰訊做得那個老公說哈，懂三對哦。该好，该葱餐廳的味道。全服哦，先不要那么多，这个不要这个葱绿绿的，等最後才下。先不用有步驟的。係哦。有步驟的。夫妻這就想法的哦，不用東西唔係隨便不用的哦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哇！加點醬油，醬油。調酒，哇！可以有啊，先挑一點，先挑一點。啊，我已經聞到味道。哇！天哪，這樣攪飯吃。哇！等下我試看個面頭哦，哦，等下我試看哦。誒，今日馬介就愛加嗎？可以。咩調酒哦？誒，剛才不是嘎勾誒嗎？你冇強龍哦？這個是秘密武器嗎？哎，秘密武器。誒，總得講哦，來講，係煙絲嘅湯啊，有加米酒在裡面的。誒，總得讓佢講哦。啊，你做好了啊？加蜜酒。哦，啊，你做好了。哦，好嘞。哎呦，等下，長記講哦，盛盤哦，哈。等下。等下。好，好，時間倒倒數數。了哦。真怕你。 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等下就來試試看到到底哪部卡嘅面試較好食咧。哇！奇怪呢，做下嘅吼，炒下嘅蚵誒，真件發現到兩家嘅食完全冇共用誒。完全冇強龍誒。誒，奇怪，得解料有共用。誒，冇聽錯，食起來嘅感覺未冇強龍。有時都好嘞。係啊。 OK，先來先挨下去好冇？好紅隊的先開始來先。來，嗰啲要先來，強下。要吃辣的。好食咧，真的誒。嗯，嗯，來群記掉嚟，先來食群好好哈，來，自家來哦哈。我吃吃看它的蚵雞。誒，我食起來嘅感覺哈我，要白飯。
嘿，完全冇叫人看米头诶，你就啊喊好喊，唔好哦，你就喊好喊，你就该喊好香，它甜的味哈，它的比较香味。香味比较重。这个香味很重，这4个字太白话了。其實客家話都形容兩個料理當好食時，睇下做一個吃到三馬都會吞落去耶，就是吃到人的舌頭都會吞下去了，可以這樣來形容它這樣。同后生。嘿，那我来检查一下舌头啊，還不在了。含住我，冇按口舌咯。假牙嘴。等一下我都听唐姐好专业嘅品行了哦。好，好，亮世界先唱詹師傅唱本分數。哦，哎，好，好两下看庞师傅唱本分数，哎，耶！好，請講聽一場，聽一下。哎，太實在多了。詹師傅唱公平。其他兩片就當好食啦，啊其他片呢其他學嘅哦，其他烹調嘅時間較拄好，啊其他片嘅話就會夾豆腐，然後夾嘅學處理都當好，然後夾因嘅豆豉嘛處理都當好，所以夾豆腐係有味絲嘅。我哋有肉餅，該調絲，該汁又重新放下去，可能就差別了。而且豆豉有先一開始先炒啦，那邊有先炒。我龐師傅咁講咧。我講個亮片吼，就親油夾自家不開米多，啊，唔講我就講利片咧吼，給它香。我们有向大師請教了。哎呦，大師馬上，難怪。香曼你唱歌。我媽媽教室的那個一個大師，他很會做。哎呦，也高矮，看得出了大師，哎呦大師吃得出來大師的口味。真勁。好啦，今日體育館的部分呢，就會男主得到嘅2分，咁唔怕。等一下呢，還有一關。還有地府贏。哦，一下呢先休息一下，大家就來唱到詹師傅來為太子家帶來乜嘅4個料理咧。種埔素滷菜，好，今日詹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到大家咧？今日要做嘅也都料理很多豆豉學嘅米奇木，馬上我開始做本大家看，好嗎？好好。兩個做蚵嘅時間啦，有乜我嘅？先對粉粉啦，人家蚵拿轉嚟後嘿哦，我用嘅麵粉然後米酒啊，用水強強的一堆泡細腔裡來，然後這樣沖水10分鐘，哦，它很沖水哦。沖水睇加嘅種米頭啦，吼。加個香米哦，這樣細體啦。好，等先搬兩個番薯粉，含個片粒粉，1:3，麵粉，梗係通哦。咁啊，同誒。我把加一些柴魚粉啊。柴魚粉哦，柴魚粉。等通嘅時候沒有，然後將一通通啊，將嘅高湯等下來炒掉。哦。因為愛用米線麼上會就米頭啦。柴魚粉係高湯。係柴魚高湯。柴魚粉要個高湯。要做高湯。哎，這個是不是要先泡冰水啊？不用，不用沒有，等下熱吃的。好，你下一個我已經落去泡誒，泡到用誒擦就好誒嗎？係。啊，等一下炸完之後，佢會做乜嘅咧？等下係哦，我入去先啲油，啊啲油完係哦。啊，等下炒一下豆豉。哦，還有炒哦。配料，炒一張點上去。豆豉放下去都很香哎，哦。我背看起來已經有一點擦擦嘅吼。金黃色哦。哎，你洗沙哈，就是豆腐哈哈，自己炸過該 O M 哦。是該有炸過嗎？就炸過。該粉的比例你有沒有自己特別的？沒有，我沒有特別，我用油炸粉。太不分感應啊，為求方便，可能就是其實以超市買那種配好的酥炸粉。好，這個做哇，它會炸得白哦。上色嘅部分。哎，讓它熟。cái油温哦，会都它狗狗后，压它的油会上色啊，是吗？对，最后这个上色哈，可以了，它上颜色啊。跟迄个唔会用米奇木的话，用其他没做得推。用半条吗？做对。没做对。面扒板。对，面扒板没做对。你就系愛炒嘅豆豉腐。要炒一條。豆酥要怎麼炒？睇搞空後來哦。就買個眼鏡嗎？哎，淨化海水還是好聽哦。好厲害！大開眼界。快去吼！我終於找到一個知識比你更強。你本身就會跟 Wikipedia。嘿，該不會你是 Discovery 的製作人？對對對。豆酥要怎麼炒？睇搞空後來哦。要用冷油落去炒。就買個眼鏡嗎？熱油會焦掉嗎？有冇？你用嘅小魚落去炒嘅話係哦，較會粗啦。
啊，加油的哦，迄豆酥的2倍啦。哦，油是豆酥的2我加倍。 2片。哦，按用炒好时候嘞哦，不是加有东西哦。加早加老加其他配料。用到出来哦，有香米啊，姜、用嘛挑丝，先炒呀，蒜头啦，豆瓣酱，豆瓣酱，辣椒、辣椒。加有挑的像豆瓣酱啦，也系像呀挑酱啊，一定要用油炒过，加个挑米怎么做这么开？香啊！那豆瓣酱跟豆子都要先炒过，像炒像郭老师刚刚这样炒过，味道就会出来。我需要一些高汤。哦，高汤。这里高汤这个，不用这个。哦，该下个那个柴鱼汤，第时候了哦。现在要把它煮放在盛盘的哟。哎，要把它组合起来。还有呀，给头麦豆老来这哦。哎呀，那个要最后。你系用办上多这个创意料理的想法的哦。你加其实米奇木马算是用饭落去做的啊。饭对呀。还有香港一样东西都批饭东西，还干嘛？哦，这道菜叫什么？印西油。哇，我们字还在这里耶，酱汁在这里。明白嘛？虽然猫听说每一个米线摸哈一定会沾到酱汁，不过我刚才它那个柴鱼酱，它那个米线摸也是有味道，不是白白的。跟下来这位老头麦豆嘞，哦，这撒上去了。哇，还有都撒上去就好了。因为刚才炸的，所以那个可以就是去油去油。还有葱啊，演习耶！哇，演习耶！漂亮。演习耶啊！所以啊，不是忘记啦，没忘记哦不是忘记。好，干用就好食了，耶！关心嘞。好，都在两关当中呢，马上就来涉猎到两个创意料理的部分。先请张师傅为大家来出题目。用这牡蛎除了可以食用的价值外，还有乜嘅哪一种的功能 ？A. 净化海水 ，B. 保护海岸线。哎，哎，那敢讲哦，这两个都不是呢，应该有一个 C， 笨把呛血，哎，笨把呛血，哎，都在小亚嘅学会啊，佢除了食以外，还有乜嘅其他的功能？马上讲啊！哎，唔怕，等一下，像我咧箭头杀条布哦，对，让眼睛哦是做在衔接的哦，好哦，马上我咧箭头杀条布，来，来你，我有好记，几个，好嘞，该好还不用玩游戏啊，剪刀不要来玩夜了，来，你来剪，来行前的位了，剪刀杀条布。好，我也不知道答案。好 ，OK，赶紧先线 A 净化海水，还来 B 保护海岸线。是净化海水还是？好听哦，来对，选择 A。好，刚才你吃住的先毕业啦哈。好，冇办法了，好，抢公铺打不黑马街。讲到係 A，因为2年了哈，美国的纽约先把牡蛎全部清掉，港口的水越来越少，按佢还农的政府自己养牡蛎来清洁水。哦，好厉害！大开眼界。体育系会时候，我终于找到一个知识比你更强你本身就会跟 Wikipedia。嘿，该不会你是 Discovery 的制作人？对。该没 Discover 讲的是新闻讲。哦，新闻讲。因为你看不低啦。谁讲的不重要，最重要是挨掉走对血喽！来，谁要来？低调完全走不对血的哦！来，好，比较香哦。用个啥？冇识到，唔怕，唔怕。转头一路开下去，你看我有没有故意都装好？没有一样。好了哦，你有想过我们旁边的人抹口水吗？可以留2个给我们。留2个。等一下，留2个。妹，喊来个 1 2， 好了。 3个，问学姐啦。哦耶，谢谢，有良心啦，有良心，行较前的好。我会先看眼色啦。好 ，OK。看眼色。你听颜料好。
用啊，胡芝姐用。发表一下感想。那个豆酥吃起来那很香就，好啦，炖好啦。先炸过，鹅啊也还是软软的，很好，很有那个低温。等下，我也请问一下，猪油黑给它藕哎，用泡落去里面还是嫩的吗？你还没吃过对不对？对，是嫩的。很黑嫩呢，这才是重点。嘿，好啦，等一下哈，要幾回啊？你是看啊？好唔怕？好，今日嘅今日感謝詹師傅呢帶來了嘅4個料理，觀眾朋友做豆腐卡地都試下來吃做看呐。唔講你生下來就最緊張嘅，我來水杯面啊，管理挑戰看呐馬沙張今日嘅太重譜咧。愛係太祖譜，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嘴咁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盤盤毛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誰來上菜了？耶！最美的哈，这一关基本上是躺着过的环节啦。不是啦，这边对我们来说是比总管 K 的一趴。你们看有得到2分，上下来呢，你就判做逆转胜。虽然哈，爱咱嘴哈，该下哈有先领先，不过哈，俩罐哦，真正来考验拼双膝盖煮菜功力咯。对，因为啊，因为哈，这个大师没有交代过，对，记得还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对，好，我来看一下本大家看的哟。好，哎呦，指定料理，柳松菇。柳松菇，柳松菇嘛哈，其實柳松菇嘅發最老太師家講厲害，喺民國79年嘅時間呢，古農就留一種品種，對日本引進來到沙港一道邊種。你睇下喺度呀，福建就提講沙港一道邊呢，都好啲一嘅山落老平陽嘅體型當中，濕老燥當中呢，也天時係非常嘅溫和嘅，故所呢就成功嘅種出來一個柳松菇。我吼今日柳松菇做咧做乜嘅料理，我來考大家呢？日本人呢，來做三鮮菇燴竹筍。哇！竹筍呢？佢這個竹筍都好呀，有當對時哈。哦。可是用嚟做，用嚟做。哎呀，怎麼做？聽起來蠻簡單的。怎麼做？你下來撈你分享一下三鮮菇，你拿來撈柳松菇，然後撈香菇，薑下去炒。等一下，這樣不是2種菇而已嗎？還有一個松茸菇。哦，松茸，還蠻講，還沒柳松菇、松茸菇跟香菇的部分，薑下來炒，啊，會先烘過嘛？不是先上鍋，直接就撈竹筍，等下加竹筍要切筍片，也筍絲。筍片落去炒，筍片哦。OK，按鈕最後哎，按鈕最後嘞，按鈕最後了哦。我的天哪！最後一關切跟炒部分，最後一關不用這個廚師幫我了。要啦，調味當中要啊。調味哦。對，還有刀法的部分。可是我想請問一下，因為啊嘅香菇全部上來用切嘞，啊你切筍片不就不一樣的形狀嗎？筍片是長的呀，你蟲哎。所以是切筍條，對不對？對，筍片長的。等一下，假使有問題哦，就得用廚師幫我，好冇？來出題目咯。好，我哋要隻題目係問為乜嘅柳松菇會到忙熟嘅時節來摘咧？第一個係乜嘅？A 口感較好，第二個成熟後有凸。熟嘅時節要脫，感覺 A 哦，眼條你感覺係 A 哦，好，猜拳，來猜拳咯，該下係誒，好了，換我們兩個啦，第二個全部都有猜過哎，那我們直接贏啦，好不好？來剪刀手布，哎不行，剪刀沙條布，你出馬蓋，你出馬蓋，我贏啊！基礎嘛，該對，石頭，他吃布吧？石頭，老師不會說話。你看啦，都學教啊，只有2種學生啦，係咪？抓到訓導處去。好，咁我先問個答案。好，我哋會選 A 係嗎？好，嘿，有買個眼鏡嗎？如果有毒的話，就沒有承受也會有毒吧。顧說你選 A 嘛？嘿，我選 A。我們只覺得只能選冰的，沒辦法。哦 ，OK， 不能選一樣的。像穩鋪答案係嗎？對，答對了，答案是 A。嘿，呢個跟眼鏡係真會像老師講嘅強咯嗎？唔係，等一下，假眼鏡係
刘松菇都弄的时节呢，摘起来呢，其他口感较好。它卤的时节摘呢，其就会胖胖，唔会跟嫩嫩，口感不好。跟你刚讲嘛，跟温用。用就糖些了哈。讲弄点晚系表皮上开的时节哈，夹个上开都。那个形状嘛，冇按剪款。我们像炸呀，对啦，对，因为你对不好现用它不是像雨伞吗？全部大口了过后，哎，就变成这样，就这种的，不要涂后岸的，那就胖胖啦。对，就是你们讲的真好，所以我要来颁奖哈。讲的真好，好来，谢谢。哦，俺这昨天得到了90秒哦。好，所以来开始做料理。现在开始。好，我们来我们这边。我台的对，轻轻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跟你一样很嫩呢。哎，我应该用一些切了就好了吧？好 ，OK， 好，该要给就切条啊。好，这台中盘。哎，你做什么？做对。好紧张哦！你要不要让他用厨师帮我？日30秒呢？对。厨师帮我，帮我要吃蜜汤哦。好，你花了10秒钟做了他也会做的事情。现在把它炒香气出来，对，香气。不要紧张。4、3、2、1，来折断。哎，那个不要再切开了。里面有看某酱没？哎，做对不？你要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好。切条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再记吗？因为提供老重借 Q 用呢。这最后提供老重借 Q 用老师，没提供。因为练哦，看难受。哦，按用看难受开嘛。好啊，刚当了。切开，好紧张哦。小心，慢慢的切咯，小心。好 ，OK， 不是安呢。小心呢。站住！你这样我好紧张。切 Q 用好 ，OK。哎呦，手机按夹啊！系啊，你全部咱用哈。记老个讲啊，我切糖机了哦。因为记系老师诶，我抢谁学生，好嘅学生哦。看到吗？詹师傅夸奖你呢。哎，詹师傅你给我买。再说一遍。夸奖的部分一定要对镜头讲。这跟用的东西中间塑胶绑架。哎，哪么激动呢？冲他按多拜，我可以感觉到。其实我这个人不能夸，因为我尾巴会翘起来。准备了。完了。一样断就可以了。没，一样断的就好了。哦，你紧张到这样，你干嘛？切断。倒数你就开始，小心手。哦，王英，马上哦，曹志哥，王英了。换超志哥了，超刀哎。该系你体日摆这个削胡萝卜吗？没有，6练习过哈。给细汉的时有做过了。哎，其实走在那转倒过来，它这样会比较快哦。倒过来会比较快。你有这个两边都是有齿的，很紧张。因为你顺着它的那个就不会 K。好，那切就好了。把圈走对。这样子切，对，等一下切片呢，你这样子切。切片哦。哎，切片就好了。切片时候嘞。它这切片就好。哎，最后嘞。好，刚才你快来改片喽。好，你。好，来。哇，也快切完喽。哦，10片切得很漂亮。哎呀，顺的切得多够好哎。没黑给我们的连金姐。我第2棒。哦，切改圈切贴了哈。它一铺会做嘛该嘞？哎，会炒，总不是嘞，它一铺会做嘛该。可以开始炒的。可以炒嘞。还没有快佛现。还不要炒，刚还有嘛该秘诀冇嘞？可以姜麻神炒，姜麻，各位嘞？啊葱，葱白，葱诶，啊当的啊，没，姜麻宁印葱诶吧？姜麻，宁印葱诶。哎，糖的总不是讲完之后，我怕我记忆衰退，来，赶快去我那边可以看一下。好，加油！哎，姜麻，哎什么？葱诶，那个对吧？你被影响了，来，过来。姜麻，不去姐，该让哦，从不是该下就讲哦，等一下我现烧就好。到3分没有？要先放那个姜，哎，没有，还没切了。先表凉，炸过了是红萝卜，炸过了是葱泡，顺序有几年哦。公正给同后超这个切片，姜切片哈，切丝哦。超志哥，你在家里一定有做菜吧？不可能没做吧？他一直否认。
可以了，这样不要切那么多，可以了，切丝。小学2年级开始。哎呦，小学2年级，那不就是3年前吗7、3、2、วันที่3改，好，วันที่3改。郭老师，好来，而且是哦。哎，超志哥，我们来问一下，2年级之后就没有再做菜了？哈，要冷油还是小学2年级开始跟炒菜一样，就让我们给它炒水做到从一般炒水高中就很少做了。好。那我们先到我们那里喽。好，现在一块应该片的哦。好，哇，可以下锅了，闻到香味了。水母你还是唐老师的哦。对，等一下给朋友们。他们2个商量结果。这个就是为分数低头。对啊，我们说老师我高来没那么严格啊。重拍哦，重拍。嘿，哎呀，笋呢？我最不会米咖吧？蒜落来叫最米嘛，笋呢？笋呢？没接哈。要嘛我先加蒜啦，水。香菇先落去炒，香菇香菇先来炒啊啦，先炒香菇啊，先炒香菇啊啦，香菇吗？哎呀，全部全部哦。冇也冇只在香菇，这较结熟，也较慢熟，也炒比香哦。哎，香菇的馅饼哦，你手给洗掉哦，会冻球哦。我有一个建议，你要不要让他用厨师帮我？哦，可以来，要不要？厨师来，留起来嘛，留起来。我觉得先用。你得4日30秒呢。对。厨师帮我，来30秒。来，我让位，必须开始。帮我要吃蜜头哦。好。好，你10秒够了。你不要一直讲话，你先赶快处理你要做的，拜托呀。你要放。那还有给香菇哦。剩10秒了哦。要加水吗？哦，50秒了，50秒。还没。你花了10秒钟做了他也会做的事情。不是蜜头要干嘛干？我现在把它炒香气出来，对，香气。不要紧张。好，香气出来。4、3、2、1，来折断。接着来，好，接着来。来。要他干嘛调蜜？不要这样炒。炒就好诶，要加水吗？不是，要加水吗？我会出水哦，就会出水。哎呀，不用牙呀。所以总得用调豆豉哦。是要强的啦，不要浪费。哦，做来这钱弄来没？好，来你给片，要不是勾芡了。香菇水诶，哇，很聪明，有吗？香菇水真的加一些的哦。你倒去咧？來唔茶咧？这个能来不及了哈，眼講幾掉啦，眼講幾掉啦。對啦，炒冇啊。剩到2分鐘了。啊，2分鐘了哈。哇，走得啦，走得。你做凍好啦，因為你有台式的夠啊。干牙給蔥青的部分，要醬油嗎？這個？哎，沒有，不用。干不是調蜜嗎？哎呀，鹽嗎？鹽溜溜調一下。慢，夠炒一下。哎，老爺炒黏黏。跟下就不用什麼調味料嗎？冇，還忙哈。忙，調味。我哋還要90秒哦哈。哎，對啊。哎，用來嘛。哎，調味不線上走好嗎？調好。來，廚師幫我90秒來。哦，你給我90。計時開始。你煮得很好，因為你沒有加水，你就直接把菇裡面本身的水。老師，你用10秒來誇獎他了，你不能兩邊都浪費廚師幫我。真的嗎？你的意思就是要讓他趕快炒一起鍋？係啊。你第一做乜幹嘛？菇會炒比所有時間給它甜蜜味出來。啊，你要起鍋時間這樣做的不用染。可是我們這個時間在算哦，哈。有啦。我跟你講，他給我30秒夠了。很大氣。哎，有點鹽會不會有點多啊？不會。唔怕啦。好了。不用太多哈。 7、6。哎，不用副教服嗎？7、3、好，可以了。好來。1，哎呦，10點鐘。好，是吧？那個糖哈。來，好，10點鐘。哦，不用。然後蔥白放進去，不用。好。蔥青，那叫蔥青。對，蔥青。好，放進去。OK，好。你剛才加鹽巴嗎？還有10秒，10塊。慢些試嘛，你自己可以吃啊，你可以試。倒出嘞。你的汽水沒放進去。來，爸，什麼東西？來。糖就不用。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嘞！等下就有可能馬上將你們太重譜嘞。耶！趕緊走哦，最關你一關的哈。哎，該下我們是2分哦，要加油。好，不過看起來呢，好像在顏色上呈現亮咖，味道差不多。等下就來先來品嘗一下呀，風吹做出來料理。謝老師應該哈。好。
懂齐耶，很鲜甜哎，在寿司地图啊，跟它的酱里面仅仅写的到啊，该香菇浸出来该水。喝起来嘞，我的红队的俩出的饭呢，评价蛮好的。好，来吃口那呀，给蓝队部分哦。哦，你们先冲。你看刚刚那个太白粉比这边的勾一些。我没有加。我们没有你有没有便用太白粉哦？便利粉吗？看起呢。你不用用吧，很容易。你知道会就会它淡一点，米头看淡一些，看磨按黏膜呀。米是蛮重哎。该下彭老师好像有话要说哈。对。讲俩事的时间就冇就按捌溜的哦，人都会。老师留一步啦，因为你刚刚前波都解释的时间没有讲到这个。有啊，有冇讲到会严重啊？有啊，我讲会一点点痛啊。所以主要给你看，嘿，你们30秒用错地方了。对，好，可是我的也很好吃哦，哎呀，很有信你对心。就走到几个满意的程度吗？满意，还可以，很快乐，还可以，很快乐，懂快乐，很中间的评价。好，等下呢就现场的詹师傅抢分分数。哎，也有1分了，太好，俩係2比1，对，马上我来咯，最后1分咯，我来抢彭师傅抢分数。哇！平手，挨到人了哦！恭喜！今年成绩呢就会蓝水得到3分，红水得到1分。鼓手今年的台中普出很厉害，蓝水恭喜！恭喜！来，好，先来公平一下。加米都有炒出来，加甜米嘛留嘅顺的，因为用油落去炒，加加个香米甜度当出来。啊，加红菜就查到讲，不过今日做的菜係烩菜啦，可能做勾芡呢。哦。啊，不過因為加油用油做媒介去炒出來，所以較香。彭師傅咁講咧。哦，對，因為我根本嘅本南水嘅就係加主題冇做嘅，哦，呀，所以聽詹師傅就講過加兩位紅水啊香，啊就佢係要勾芡，佢就會投股票，佢就最棒。哎，这样兩廚哈都有各自可以再加油的地方。如果以100分來講，現在都是99分啊！哇，所以哦，一聽我哋恭喜你哋哦，得到咧3000票嘅加財金咯！恭喜！好，今日要奉出呢咩得到呀嘅高功能嘅不斬幫哦，很強嘅哦，非常強型哦，容易，做各種料理都非常嘅合適哦。想我談一下吼，2位國溫線上哦，今日來到兩個節目來做主菜嘅比賽哦，要買個心得。真歡喜啊，大家同樂啊！大家同樂，有歡喜就好哦。有啊，那蒲曲姐。因为我不是很会炒菜，所以我就事先就准备的比较充足一点，他们就认为他们就吃亏一点了啦。我觉得有事先有先做一道那个豆豉那个鲜科，啊，或是你还说自己不会做菜，真的好谦虚。恭喜！恭喜！有冇跟參加過去心得老大家分享一下？呀，個翻嚟我同人嚟天視台安尼吼，親好是有創菜有安尼。有安尼比賽，互阮掠到吼，互參加過大概來試試看比賽就很用心安尼。當歡喜啊！互相交流一下啦吼。你們有學到嗎？有。好，啊，你是在辦配用啊？我做得辦配啦，辦條啊，面的啦，也用嘛做得啦。好，連金子咧。我哋介紹參加天視嘅節目，咁樣當歡喜哦，嚟參加天視嘅節目，感覺足真歡喜，到車客家台，謝謝你啊，謝謝。好，是嗎？陳夢大家今日向下來釣鬧熱。所以哦，假使你對做出非常有信心，非常有興趣，假使你摸下有情侶裝，我哋到那 video 傳給大家看，全組都會報名參加我們的節目了。好啦，唔弄錯，大家來比賽嘅時間都歡迎大家都係很加用心嘅來參加比賽，一家之主，下禮拜再見咯，下禮拜見，拜拜，恭喜你哋哦！